我唔會一路咁樣落去㗎啦。呢個其實好短，呢個都好短嘅，即係一個係個 full report 嘅 Excel summary，就係當時咧喺嗰個我俾你或者最後有個架構㗎，可以嗱，呢個係其實一同大家傾偈好輕鬆得㗎。呢個 Excel summary 咧，大家翻去即係其實好快都可以睇下咁樣嗰啲數字啊，啲知道我哋個醫療嘅情況，究竟譬如話我哋 GDP 幾多個 percent 好，政府出幾多錢好，私人好，咁裏邊好多 figure 都有睇。咁呢個係一個諮詢委員會嗰陣時候就都花咗成年幾嘅時間咧，開好多次會，亦都同好多各方面啲人傾過。咁個主席咧就係周偉岳啦，當然。咁我係嗰陣時候係嗰個成員之一，史太祖嘅成員之一。咁我嘅 involvement 咧就除咗會度咧，我亦都係嗰個有一個叫做基層醫療工作小組咧個主席。咁我亦都開咗好多次會，就去同各方面嘅所謂叫 stakeholders，即係持份者咧開個會，又有問卷啊咁樣。咁所謂持份者當然包括病人啦，包括政府醫院嗰啲前線嘅人員啊，政府其他嘅醫院嗰啲出邊嗰啲私家診所啊，嗰啲醫療集團啊咁樣，咁我哋都有去喺呢方面咁挺。咁就喺嗰個將香港醫療覺得將來行嘅方向呢，咁我哋而家重點呢，我哋其實一陣我哋都會提到呢，就希望喺個基層醫療度可以做改革嘅。咁呢個就係我 involve 嘅喺呢個組織裏邊嘅身份啦。咁呢個裏邊呢，就係好詳細㗎啦，講晒香港醫療嘅面對嘅問題，希望將來改革嘅點樣行。但係就今日嘅時間呢，因為有限呢，我唔想將咁多個 figure 咧全部一下咁抌晒落嚟。咁不如呢，我就會喺呢度跟呢個 topic 裏邊咧，大家講下，就唔會話逐樣逐樣講到咁詳細。如果唔係，真係太多嘢咧，咁變咗大家即係消化唔嚟嘅。不如輕鬆啲，咁講下我反而咧，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醫生喺香港土生土長，經歷過，我自己覺得嗰個我睇過一個比較啲個人啲嘅睇法，而唔係話一定肯定要跟正呢個 report 啊咁樣。去睇嘅，但係呢個就係一個政府出嘅 report，裏邊好詳細，大家可以 email 俾大家咁樣都可以噶啦。咁就咁講下啦，大家覺得而家我哋嘅醫療點？香港嘅醫療嘅制度分三個答案啦，即係一個就滿意，一個就唔滿意，一個就 OK 啦咁樣。咁滿意嗰啲即係覺得唔滿意啲舉手啦。通常冇人舉手先啦。唔滿意嗰啲舉手啊，即係冇乜都唔。其實因為香港醫療嘅根本係我哋嘅核心價值，其實我哋好 proud of 嘅香港人所以冇人舉手啫。呢個都冇。咁覺得即係中等啦、合格啦、OK 啦咁樣嗰啲有幾多個人啊？OK 啦，有幾多個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幾多個？8個係嘛？覺得滿意嘅咧，都好幾好喎嚇！1、2、3、4，即係差唔多，即係啱啱打和。其實我諗呢個咁嘅結果咧，都我自己覺得都係即係經歷過參加啲會啊咁傾咧，其實我覺得都係一般嘅而家個市民嘅覺得嘅睇法。咁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喺外國嘅醫療係好大件事嘅。喺美國為例啦，佢哋抌嘅 GDP 咧係10幾個 percent，即係你個國民生產總值嘅10幾個 percent，成14、15個 percent，但俾人鬧到一動都冇，成日鬧成都會改革係嘛？Clinton 嗰陣時候個老婆 Hillary 話要去改革，咁當然改革唔成功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嗰啲藥廠啊，嗰啲好勁噶嘛，嗰啲勢力係嘛，即係唔係咁容易可以改到。咁除咗藥廠冇話成日鬧藥廠啦，醫生嘅勢力都好勁噶嘛，好多醫生都唔想改到即係太過國民醫療咁樣嚇，即係嗰啲醫生又驚受政府控制咁樣，咁所以好多個阻力喺裏邊。咁
咁啊跳翻去另外一個極端，英國佢哋嗰個 GDP 咧差唔多去到10%，但係你喺英國翻嚟咧，如果有冇朋友翻英過嚟喺度投訴英國嘅醫療有冇㗎？都有，等得耐，想睇醫生又唔想睇你啊，咁又要好咩？咁亦都係亦都好多唔滿意嘅地方。但係當然咧，佢哋全部包晒，藥費全部係包晒咁樣。咁香港係好獨特嘅喺世界上嘅醫療咧，因為香港用緊嘅 GDP 咧得5%鬆啲嘅啫，而政府咧，譬如大概係5.7、5.9度啦，即係唔到6%啦個 GDP。政府用嗰300億咧，係佔我哋嘅 GDP 咧，大概3%。但係咧，佢包攬咗香港嘅醫療咧，差唔多。如果講住院嚟計咧，病床啊90%。即係你其實諗下咧，其實呢個都好驚人嘅。其實咁低嘅 GDP，差唔多3%，但係佢香港嘅病床咧，即係最貴都係醫院嘅啫，係嘛？即係因為睇家庭醫生啲唔係咁貴啦，佢都已經可以用嗰3%咧，已經服務咗成差唔多佔個病床嘅90%。其實你好少國家有咁嘅情形，係嘛？英國頭先我講係10%啦，我講緊美國10幾個%啦。但係美國有幾多人冇得包啊？啲醫療係嘛？幾多人係想睇醫生冇得睇啊？俾人鬧到飛起。所以美國個醫療嗰個其實喺嗰個無論係嗰啲嬰兒嘅鬱折率啊，嗰啲其他嘅即係講個健康嘅指數嚟講咧，美國個人咧係比其他國家，比加拿大、比英國、比香港嚟講係差。